到这花栽，也有树草，同款拢会听话，特别是有三角形或者是心形的花莲豆仔栽。原来这是国立清华大学硕士学生周卡奇，卡遐尔奇设计这一款外形亲像地球仪的装备，利用花草的向日头光的原理，指挥这花草，让花莲豆有各种无同款的形。这项作品嘛，获专家肯定去国际艺术节来展览。快转的画面记录着事物生长的过程，只是这个豆仔苗生做哪有淡薄仔无共款，就亲像楼梯共款。这个楼梯形的豆仔苗，毋是随机来产生，嘛毋是使用外力，是利用这台机器。亲像是地球仪的这台机器，顶头有来加电火球啊，原来是利用食物笑光的特性来控制豆茎生长的角度甲形体，若楼梯的造型，佫会当来生出三角形，也是心形。各种的形状，植物会因为向光性嘛，跟背地性去做往上的生长。如果把它摆横，它的光在上面，地在下面，它就会往上弯。食物受到光照刺激了后，菌的生长基数会按后壁来刷，一旦生长基数变较高，就会发较紧，造成豆仔苗笑光出现弯翘的情形。为了要让植物在这个球体里面每一个点360度的各个角度受光。我们就必须制造一个3维的一个机械。国立清华大学硕士周卡奇利用电脑控制仪器系统来指挥豆仔苗的生长，敢若食物的3D 咧应机。作品阁有专家上调，送去国际艺术节咧展览，将食物对环境感应的科学原理以艺术的方式来呈现，让人大开眼界。记者综合报道。